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面头刘浩明。刚刚你行喺今年喺台湾改由一啲人去搞一啲地方嘅一啲流行嘅項目啦，嗬。嗰時有啲人咯，其實改好睇剛剛你行地方，食得好，料得好。嗰時有啲人改好去我哋咧觀光飯店，但是我國人來講嘅話，我改好係民宿，因為民宿有在地嘅感覺。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喺啲美濃開民宿可以改叫嘅林家民宿嘅王前面這來到嚟現場，而家同我哋講，開民宿啊，其實同我哋想嘅無多共樣啊！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今日嘅來賓前面這來到現場，前面這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來自美濃林家民宿王前面。前面這，通我哋一開始嘅時候，人家設計同埋這個嘅設計地方嘛有講到講，林家民宿，按有按到王前面。嗰時都係林家民宿，看通來係雅欣賞嘅咩？係，因為我感覺客家人伊個相對重要，所以當時要做民宿嘅時，我就感覺講用愛欣賞嘅名做民宿嘅名就會符合以林家的那個標準，所以我就同愛欣賞建議。後來我先生也覺得 OK， 所以我呢就用林家，然後最簡單、最單讓大家可以記住的。冇唔錯嗬，因為其實嗰度人咧，我哋講旅行店嘅名嘅嗬，譬如講李三名，有啲我哋佢有意境嘅啦，嗬，譬如講某個風水民宿啊、山水民宿啦，嗬，冇得見下佢流行嘅某個 W Hotel 啦，嗬，有按呢啲名啊，這是用林家法，你直接睇到地講啊，老闆你姓林，嗬，睇到等於你把這家嘅名嘅變成招牌嘅時節。你等於講把這家嘅豪華路團啊、招牌路團連起下嘅，咁當初我開始會想到要做民宿。當初係因為我欣賞，伊實在是啲高安尼陶藝啊，因為我這個盧卡老家講老家會淹水，所以我就想講都給中政府附近，就是蓋了一個三合院，然後那時候就想說。就是做民宿，然後就兼着。其實民宿以我們以前的觀感，就是說家裡多餘的房間下一做民宿，所以我哋房間冇一度嘅，就後來就覺得做民宿變成是我覺得我很有成就感。對。一部分我想請問下，現在係先希望咱家庭做民宿，還是先有民宿，咱家庭要做希望？我呢先要做的時就已經決定要做民宿。以這裡講嘅話，假如我今日要做民宿，我可能都要做一通，嚇，按照番屋樣嘅嚇。但是你又想要做民宿，又再做三合院。同時，我想到講用三合院來想做民宿嘅一個提升。其實做三合院唔會差，後來我就歸來同愛欣賞就討論，然後也就講好像因為跟他的陶藝比較搭配，所以那時候我呢就整個設計圖全部都改，就是做那三合院。嗰種種呢，對開始錄。對，不能嘛做一個別墅型的嘛，哈，喺度蓋三合院。咁這個你咪吼，喺度三合院做民宿，合適嗎？非常適合。對，因為我感覺客家莊真的，我們三合院是比較符合一個傳統的一種房型。然後說實在，真的外國客人還沒有疫情之前是很多，就外國客人會覺得想要做體驗。嘅三合院嘅感覺，所以我感覺講，我哋這個係我嘛感覺，睇我哋唔是北流台，就是一個平面的那種感覺，是我這個感覺講，我生意我都看得到，唔是今日社會是生意嘅當方，睇人上啲生意做嘛嘅，按我哋一樓嘅三合院的格局，就是比較一家人會更和樂。
嘿，这种人嚟講哦，我感覺到講，其實嗰種，譬如講，可能從頭去哦，譬如出以前唔係以前嘅時候，我從頭出國嘛吼。我當我去日本嘅話，我都希望講可以去喺嗰種日本佢最傳統嘅嗰種建築物地步嘅喺，好啦，同時譬如我哋去到某個國家，我都希望講我哋喺個地方係在地最有特色嘅一個地方。嗰種這樣人嚟講嘅話，等於講。我哋喺面農嘅話，當然像佢哋外國人嚟講，可能如果想到講，喺面農買好多客家貨房啊，好，因為我哋講別墅型嘅嗰種貨嘅其實哪度有，嚇外國買有，台北買有嘛，嗰種我來到面農地方嘅時陣，嗰種又可以喺啲像貨房樣嘅啲泥沙地方、民宿地方，然後同時外面又有啲總政府嘅話，嗰種感覺哦，會同在地嘅嗰種風情，其實會融合到最佳。可是問題係講，唔但當初，因為你講，我哋起啲像別墅樣嘅東西嘅話，你是算好間師，你都可以講，譬如講我哋3樓4樓安尼，好，我哋講間數可以一來睇。但是你用做貨房嘅時候，三合院，你嗰種地方都已經固定好嘅，你做一啲三合院，你啲貨房樣嘅東西，然後你哋買睇看下，嗰啲房間都冇咁多呀。錯啊，我啲房間住嘅人客冇幾多。嘿，可是人客因為講過做民宿嘅話，人客都等於係事業吧。啊，你這個人客冇幾多嘅話，你這個唔單數唔會講講啊，其實啊都是隻事業會唔拉擺。應該唔會想到講收入拉擺唔拉擺嘅問題，因為我身上還有上班，我係因為公司才客家人是夠勤儉的一個。你的民宿啊，哈。對，所以我會感覺講，應該講，我會講，聽說陸客人有一個收入，所以我就想說就這樣，就當係個我做民宿以後，聽說安尼有一點收入。多多少少有一些收入啦，哈，唔係講把民宿變成自己最主要嘅工作啦。錯。但是我從頭因為講吼，其實譬如講吼。佢當然上我講退休嘅時候啦嚇，佢當然都講係退休嘅時候嚟開民宿。今日來做民宿嘅老闆，如果可以講係前面你這個唔前做民宿以前，這個做嘛是哪條路啊？我係以前做就是我哋食品工廠上班，我是做安尼化驗做品檢員。就是如果你講坐辦公睇實驗室地步啦，做實驗的，對。你這個做民宿以後有同相嘅冇相用冇？上嘅實在冇相用。譬如講，因為我哋做民宿，第一個就是面對人的問題是最大的。說實在，我哋做半年時，我就同我先生講，我真是有就後悔啦。為什麼要做民宿？不過後來我這個想法有改變，我感覺講就是。我媽這個成長嘛，所以我就跟改變這個想法。後來差不多1年過嘅時，我就感覺做民宿，我是感覺有一種成就感，就做就唔會很辛苦。可是一開始做時間，有對民宿有乜嘅幻想？一開始，我是在。其實怕冇想到咁多，真是的。你想我講，反正我都多做幾個房間，哈，然後都有多個房間俾人吃，好，然後平常都揾皮蛋，然後洗皮骨安尼。錯，做民宿實在雜事幾多，有個人就想講退休嘅，做民宿實在我是感覺講，迄年冇多餘的時間心態沒調整，做民宿是會幾辛苦，真是的。因為我有一個民宿一個朋友，他就是公務員退休，不過他做1年之後他沒做，他同我講他沒辦法等人客，他的心情沒辦法調整，所以這個真的是要看人。不是每個人可以去做這個民宿。應該講，
因为我冇谈过几多安的故事啦，等于讲开民宿一件事情吼，唔係一個浪漫的事情。錯，同時嘛唔係講，你唔應該講退休，我退休以後，我其實我落去休息，好，有等於安尼休息。其實唔適合拿來講安尼半休息的嗰種心態去處理民宿。係因為早期如果有等於講退休啊，可以種田，嚇，可以做民宿。都相同到前面在講嘅，我哋種田啊，嚇，我就講過快談一些，我哋可以種誒安尼哩哩雜雜，嚇，反正我自家田，嚇，自家種嘅菜自家食，嚇，反正我又冇賣出去，嚇，除非那個做嗰啲專業嘅農民啊，但是做民宿都冇同樣，唔會獨到人，錯啊，嚇，叫做人客，啊，其實人家民宿要幾多，等於講會比較。競爭會比較大。係競爭係一回事，遇到人嘅要求，拿拼人嘅要求來去要求。好，無你講，遇到有希望講，可能睇到較客觀嘅，去啊，譬如要求樣嘅東西，就變成講，其實獨到年嘅時節，事情都冇變得咁單純。好，你講做田，這個做田時呢，你退休可以耕田，幾樣事情，好，耕好耕冇因為關嘛，反正佢自家田。但是你要做民宿嘅時間，馬上要獨到年。但是我想，其實先講到人家民宿嘅一啲人咧，人家民宿嘅其實你講。其實我哋對這片地方，我哋可以講，人家嘅當初人家民宿在做時節，做乜會用咁多嘅陶甕、做圍牆，做圍牆。應該係人哋目前做民宿嘅時，男性上伊就對古老的東西就蠻興趣的，所以以前伊就目前蓋房子之前，伊就買一卡車的那個陶甕。那個是那個酒廠，人家就是那個就淘汰的，所以伊就去買了一卡車，那就空給冇做嘛嘅。後來我哋要做民宿誒，我就提供，我哋拿來做圍牆，但反而是一個特色，嘿，就安尼就可以用到這個他買的，可以用到實際上這樣子。嗰時候睇闽南嘅人家民宿，其實用幾多個傳統嘅一種建築物，然後做成一啲貨房嘅形式，表面啲人、黑啲人，我感覺到闽南最彩鐵嘅一種感覺。休息下喎，等下我哋話嗰度個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來自闽南人家民宿嘅前面者，可能講人當初做乜嘅會開始做民宿。前面者，因為你現在有咁樣有按到嘅可能嘅故事嘅東西吼。因為我哋從嗰地方，其實我哋家民宿會包，我哋講早餐嘛吼。好。咁早晨嘅話，有迄邊我哋咧，迄個唔同嘅人家民宿嘅人，早晨咪食得到東西啊？我哋有準備手工饅頭。然後還有一個花生豆腐，還有一個木瓜飯，然後這個會打頭呢，是南瓜豆漿，然後因為現在人夠養生，所以我們會用一個水煮蛋，用一點水果，做一個沙拉。你等於講係嚟講人講，又有幾彩鐵嘅嗰種感覺，嚇！入邊譬如講頭講個飯豆腐嘛，嚇木瓜飯嘛，然後我哋咧包嘅團饅頭，還有嘅，但是又有嗰種個注重營養嘅部分，嚇我哋咧沙拉啦，嚇香打頭呢啦。當初我想到講用安尼嘅方法變成嗱民宿嘅啲，安尼講早餐咯。當初因為我哋手藝唔係講幾好，咁。比如講，安尼做稀飯，就要準備炒菜啊，幾多風機啊，我要做安尼做配稀飯的。後來我就自家想講用另外一種方式，都可以使到我阿叔嘅手工饅頭。然後我哋就後來講，要改變安尼方式，自家打頭呢。然後再用一些我自家想法，因為所以後來幾多年後使到我做店
你真是会怀念。其实我安尼想啊嘛，安尼讲嘛错啦，因为其实做民俗还是有事情几多的。错。因为吼也拢讲个听迄件事情，如讲厝的太太是要大理插事几多啦吼。以外啊，有想到讲哇，有的因为今仔民俗大部分都要付早餐。加上早上要即家做法哦，那实在麻烦。比如像我头都讲，好彩讲唔记迄人阿叔做的包，我想讲，唔讲那发嘅包嘅，又要做馒头，又要做肉包，如可能来叫，就会规模汉。规模汉，一点做馒头之前我嘛会做，不过后来我跟我讲。有的事情实在没办法弥补啊，这个永远可以推广入口。因为俺的民宿客人退房了，俺又要做那事后的整理，是在规模喊，所以就有一些就要分担。而且同时，如果譬如讲，你这个好有的地方係用买的嚟嘛吼，其實安尼嘛幾好，你講等於你講唔可以不用。在我哋喺呢啲民俗嘅人嘛，可以同時食到在地最好嘅一啲美食啦。對，所以我會請在地嘅嗰度，就覺得嗰有值得讓客人知道美濃的一些小吃。對。譬如講頭先我講飯店豆腐，我想講其實飯店豆腐我後來都發現講，因為我哋萬世睇客狀態嘅嘛，講嗰種飯店豆腐佢吃人。但是然後奇怪，伊都台北尋唔到，伊都冇唔掂，我飯店豆腐，那朋友都講，嗰種人南部客家種，那有的是飯店豆腐。佢幾種人食到人家飯店豆腐，幾種人的反應用嘅。好驚訝，然後飯條嘛做豆腐，不過也種香味啊，真的是很特別。會點睇？係啊，幾種人都食到以後，發現那個，哦喲，好吃。幾種人佢會喊人去買。做伴手禮吼，對，因為像我哋台南有啲位，我哋講更加新式嘅嗰種飯店嘅吼，嘛係做民俗嗰種類型嘅飯店啊，而係要做早餐嘛係安尼呢。如果如果屯巴嗰度台南嗰度有名，譬如講買牛肉湯啦，如果屯撞好，變成變成講唔可以喺飯店裡話都可以食到所有。在地的美食，我就等於講，今日食下安尼一餐，可能又有木瓜飯，又有在地的，譬如講，唔係饅頭又有南瓜的，好，看後來係黃色係南瓜嘛，哈，紅色係滷紅麴，對，好，咁嘛，等於如果一方面佢健康以外，一方面其實等於把在地的有特色的東西，你全部食到，因為你這個以前可能蠻吃唔到，錯，咁像唔知個本身咧處理安尼早餐嘅時間，因為我今日嘛看到嘅一盤嘅哦，食材幾特別。我經常做一盤那陶藝嘅東西是，我同你說是伊就疊搞那陶藝嘅，唔過伊堅持了20幾年，然後後來這幾年就在玩那個柴燒，所以我哋幾多。作品就是會用柴燒作品呈現，對啊，一些有顏色的那個陶盤有顏色，就是用電燒的，對，因為陶藝部分燒窯有3種方式，一個用柴燒，一個用電窯燒，也可以用瓦斯窯，對，我係欣賞，因為後來對。柴燒貴有興趣，所以後來就幾年就疊搞那柴燒。嗰時等於講，我睇民俗地方都可以用到入個作品。錯，我會然後有泡茶習慣，我會加以，不過唔係嗰種茶壺，因為那個是觀賞用的，就講會泡起來比較不安全啊。等於如果唔單止講，即個可以體驗到講客家嘅美濃嘅客家嘅一種風情，同時用嘅東西嘛，喺我哋感覺到喺我哋當初最在地用嘅嗰種最在地嘅陶藝品，就做出來嘅一個我哋講餐具嘛好啦，嚇我哋嗰種飲品嚟講，喺英國嚟講都頭到我哋前面即係講，怪唔得外國人幾多。好，但是問題係外國人客。以香港嘅小家入來咯，如果唔是中文，要按人，
应用的我地捞到命都未容易了，还其实因为经过过龟凤篇，美浓三合院应该没有，刚开始是只有我们家。嘿，之前俺一个外国的客人，伊同来讲，俺的林家民宿在他们一个旅游手册，我们放在那个不知道谁帮我们放上去的，所以后来来玩的外国客人，嘿都带给别人旅游，来带给本来人民俗啊，就来讲俺的林家民宿嘿，因就讲因为。公司猜外国人就会要很比较有特色的，虽然说我们是新盖的，可是他们就觉得比较就很想要来。对，佢想来讲，既然来到台湾啊，既然来到我哋安尼美浓啊，其实都希望可以喺度嘅最有彩体特色嘅。但是我想问一下讲，前面这唔好讲英文啊？这些真的。考倒我，我的英文真的很差。因为你讲，你又唔係即個做廣告嘅啊，即個有人表上嘢，跟前面因為一定外國人拿嘅，啊，請問能用？你這個當初用我點講嘅咯？公司才啊，接到外國客人，我來嘛，過會真的很緊張。啊，唔過緊就是喺手機歸縫片，可以用手機翻譯。那還會講幾個簡單的單字或者比手畫腳。啊，唔過外國客人都親好，因會同我講，English 唔係講全是 no good 的，然後會講English no good 的，對，就是這樣的溝通方式。係啦，其實你用比數畫腳蠻可以啦，吼，用反應蠻可以，至少第一路地講伊愛來吃啦，吼，還一嚿，哈，然後伊差不多多錢，哈，然後我哋會附早餐，哈，有想要什麼東西，睇有內容亂的啦，哈，啊，除個深入誒，個深入個前面的路變成講啊，唔可以去來聊，會想辦法。咁問題係，唔知個有按到誒，我哋講外國的人客嘅，唔得咧。小家是有英文版冇？有英文版，嘿。第二開始有英文版的啦，因為其實對人嚟講，話其實唔會講嘅東西，你用紙筆看咪都全部睇上面。錯啊，我會把重點講在提供好了，會提供介紹完你就去腳踏車，因為我民宿有腳踏車。好，咁你佢方便。咁像另外一個人地方呀，你這個有印象過什麼冇？是在外國客人要讓我講鬼島，前講一團咩？一團一個就是他是住在美國一個，他其實以前是在台灣有那種摩門教，對，然後他們是大學就來台灣，有來過100啦。對，然後他是來香港的路開始是他已經要回去之前，就來去過一拜，後來。以前幾時，但因為迄個過後，有好伊個朋友又來美濃迄，後來伊幾物件的，又帶伊的爸爸媽媽過來迄一拜的，然後你知道嗎？他前後來住我們家住了 N 次，歸國外哦，真的，他從沒有結婚，大學都結婚，都有見過他的家人，這是真的讓我很。等於19年來一出來都面都有人喺銀行，真是幾好。變成啲變朋友啦。真的。哦。他係以後來幾時，伊物件搬，應該說他們是清晨嘛，我們是傍晚吧。他還打電話過來俺來路卡，從來。就講係會想念我們，你就感覺哦很高興。嗰時應該會改變你這個對於啲我哋講銀行嘅嗰種想法嘛錯，因為我銀行暫時都唔會差。我上來係三合院的客人，我覺得素質真的是跟一般，我覺得還是有差別。真是貴好啊。開民宿唔單止係本人食了，其實冇看到人生嘅百般樣態。頭先我哋喺我哋有嗰度講精彩故事哦。
上到节目，我哋来自美农林家民俗嘅前面这一同我哋分享过，每個人對於人嘅民俗嘅一種感染啦，吼，同時嘛喺來嗰度擺。其實我發現一個故事是得幾神奇，你係咪再同我哋分享一下嗰種幾神奇嘅嗰種人客嘅一個事情哦？跟分享的是一個德國的客人，伊來盧卡民宿迄個禮拜，甲天拜時，因為伊來禮拜來迄種吃素，應該是有上安鋪，伊來就去叫我查吹了，有一擺伊天來時，就是呢，伊的包包，就是隨身包不見了。因為第三天伊要歸夜，俺又想講，俺同伊因為語言不通嘛，所以俺又唔知伊講乜嘅。後來俺就請俺生意的英文老師同伊講法，他提講伊的皮包不見了，那時俺就歸警總，然後講那樣哦，嗰時就報案了。那因為報案用電話報案，警察可能還沒有很積極。然後就帶伊去派出所，直接去跟他說我們要報案。可是警察本來講怕找到希望不多，後來因為警察後來看到外國人嘛，你就比較更重視，你就馬上就問當時的派出所有人請動嘛。後來真是原來兩個人已經出去都飛，派出所都飛，然後想講無希望的。所以，伊本來想要走的，後來，兩個人還佇個路尾講法，嗰時警察出來同來講，佢搶迄伊講的皮包，迄連當時的派出所，嗰時迄個警察就問伊講，你的東西傷都用的，個外國人就跟他講了以後，真是就同伊講的相同，就拿出來比伊看，加在。很真實就嘢，我們兩個人哦，反應都唔知用啊，兩個人諗起來緊跳，伊硬會感覺講人客來了東西唔見迄個，又去唔到的時，硬感覺硬的就是一個那個就是不好的一種感覺。可是後來硬的請都是硬感覺對客人就有所交代，然後不會讓他有一個遺憾。這個是我也印象蠻深刻的，對。真是如何樣呢？好，譬如講，從這個我表現到講，其實都真是都從伊對嗰種這個生意嚟樣嘅啦。錯。好，你等於講把這個生意嚟看一件事情，咁其實因為佢提供一開始嘅時間，其實對人客一件事情，其實唔會感覺到佢排斥。好，但是後來係咪也幾多嘅好嘅，我哋講好的回饋。不要慢慢的有改觀。對，我就是在工作都能夠有成就感，因為我個性啊，以前真的是蠻內向的。我做到近哦，我老師，我以前的同事都對我另眼相看。以前都在實驗室啊，對，對着冷冰冰的儀器，冇相同。對，像我的朋友上，我就感覺會蠻高興的。但是你也嘛做了10多年了14年，做10多年了，等於你講，其實也未對一開始伊啲實驗室的，或者講實驗室的設計吼，變成伊家嘅老闆娘，然後慢慢的去接觸到民俗，然後因為民俗其實以前1980年台灣開始民俗差不多，後來的時間都差不多接多嘛。其實他個人對民俗嘅想法。同了嘅方法嘛，其實無幾個有概念啦，有想法。我等於講，其實唔係面臨到無同樣嘅嗰種人嘅嗰種類型啊。因為其實我頭先講，你要欣賞嘛，係做陶藝嘅嘛，陶藝咧，咁喺民俗裏邊可以送到陶藝嘅課程嘛？送到是以前真是有同人，原來過年哦，我還會送人他搞奶奶。不過後來我又唔敢做樣啦，因為我身上有鬆板，像我一個人，我實在冇辦法做很多事情，因為我禮拜本人他搞的時是喺吃飽飯後，迄搞的人每個人搞時間冇相同，後擺真是搞到詭異啊！我有數，
后来俺同俺先生讲，真是俺没办法，嘿因为俺隔天又要做早餐，俺要去做饭，所以后来我变成送俺做的盘子，送给人家，就比较实用。对，一般来讲，头一的安尼体验法通啊，吼，如果在下注，吼，譬如讲，俺哋入住以后，吼，可能有啲2、3點鐘嘅，或者暗晡啊，俺哋講晚餐以前，吼，無你講要出去了，可以幾時搞？可是嘿，吃飯吃飽，哪來搞吧？如果真是會搞到3點冇辦法。錯，後來因為人家嘅來時間冇相同，後來俺就考慮到我就用另外一個方式，俺就送過年啊，因為過年嘅放假過高，所以俺就送人家一個俺哋自家做的陶盤，所以人家是蠻歡喜，因為比較有安尼紀念價值。係啲幾好嘅紀念品啊，貴啲嘛可以用。我哋地方其實人家米農嘅民俗嘛幾多嘅，嗬，嘛各縣各樣嘅嘛民俗嘛有嘅，有幾種攞貨放喺過件嘅啦，嗬，有幾種喜慶簿嘅幾種嘅。咁從即個開14年，嗬，啊即係中間嘛對民俗開始感覺到唔想做，都見感覺到佢有成就感。咁未來呢有乜嘅打算？眼見是說實在，我嘛是把有像安尼做嘅。像安尼18像退休的人安尼用的，就係來了人他有同俺有緣的，俺就做，唔會講特別宣傳，因為俺生意太嘅，所以俺未來係俺民宿會搞一個烘焙坊，就係兩個就會結合，俺可能會就會俺生意做的甜點唔會差，所以我可能也會。沾了它的一個光，俺民宿可能應該也會更好。嘿，因為俺係一個來的，伊個個性，俺是感覺伊嘛做得適合做安尼民宿，所以俺是感覺講俺就緊做，俺生意呢，我會培養伊對安尼，因為緊是同俺阿姐天數名安尼烘焙，係伊有很。就係同來天數民宿，俺是自搞有那想法啦，所以俺做民宿應該幾多年應該唔會像俺做到比較隨性啊，因為俺是感覺講俺同本銀行來了銀行，你會住得很舒服啊，你唔會有壓力，所以幾多來了銀行，真的都跟我很像朋友一樣。俺就感覺講，俺唔會太野心，所以就感覺做就很快樂，就安尼。可是其實這樣情形來看法，只我感覺到，這個冇乜個太野心咧吼，即係唔好講，咪同我開聽伊講啦，我聽咧，伊在開家新店，你話就唔可以吼。如果因為講，反正我都是維持下去啊，人要買啦吼啊，嘛對烘焙個有興趣吼，還咪可能可以食下下，人來個性嘛可能，佢適合做嘢，感覺伊就有興趣食嘅話，都用去食。啊，最主要都講希望講可以同人嘅客變成一個朋友嘅關係，好唔可以講因為講也係一個過商業利益嘅一個協調。錯，因為眼見說實在，俺民宿競爭是幾大，今幾多第二代生意人出來經營民宿，所以因為那個行銷真的是很重要，所以俺是真的是俺的某安用心的話，當然是沒比過別人好啦。給像俺的當時的民宿，因生意的。跟那行銷啊，像那電視公司來拍，真的生意是好很多。但是俺唔會羨慕，因為俺感覺講俺做俺自家，俺感覺俺本人後個人伊個想，伊在迄個時個想法，俺感覺俺安尼過滿足了。請問一下，因為前一陣嘛有疫情嘛吼，佢疫情對你來講有乜影響？疫情當然對民宿影響是真蠻大，因為從去年5月份中旬就爆發疫情，那呢就從開始，俺就大概停了3個月冇做，俺是唔敢做，
因为俺嘛无打那疫苗，所以俺生意就好俺无接银行，俺就无做，所以你讲安尼俺3个月没有收入，俺呢真是有银行来讲我迄个事，伊讲你无做，你要用想法啦，俺就笑一笑说啊没办法，因为就大环境就会安尼，俺呢就用平常心啊，反正把自己环境再用好一点，在面对以后开始做的时候，就会银行会来感觉又无相同。刚因为而家的疫情已經慢慢的過發了嘛，啊，同時呢，這個可能嘛又已經達為2至3至嘅啊。咁面對疫情後來嘅嗰種準備，你哋有乜新嘅準備？有啊，就係俺的環境就總了，就因為俺的第一個你住民宿的那個，因為疫情，你必須那些什麼清潔工作要更仔細，所以俺的本銀行來迄個事，伊就會夠放心中，俺呢因為有一些準備，住的客人就住得更安心，就這樣子。以前有句話講，我會做銀行，你會點點的咯。相信今日嘅節目底部前面這個故事，你同人發現到講，其實這個唔是講按樣嘅去最商業上面去做樣嘅一種推銷，其實你做得好銀行，真實都會點點的咯。你今日嘅感謝你前面這個讓現場同分享安東亞民俗故事。啊，感謝各位剛剛主持人。希望大家來闽南林家民宿來了，感謝大位。